人啊，七早八早就来叫门。啊，较赶紧的啦，快紧的啦！来，下头家，慢甲你买20斤猪米。哦，好好好，你遐小济吼，啊，桌顶有茶，你家己啉。好，慢你较紧的啦。好好好。啊，猪米无啊？啊，遮尔早搁也袂好去补货。下头家，慢你较紧的啦，我搁要赶回去的。好好好，你先啉茶吼。擦擦味啊，上这猪米，哦，白米互伊。 头家，哎，好袂啦？啊，哦，好好，随好。你今仔凊到对莫鸦骗呢。哦，袂，那这你放心，本店是老白老二号，绝对袂甲你骗的。好，你较紧的吼。好。哎，好啦，即马喙齿嘛磨掉，指甲嘛夹起来，佮用这猪米水咧甲浸，我看真紧就好起来。有这事情，这猪米真诶用解冻哦？这当然啦，这是张大人亲身甲我教，哪有可能唔对啦？啊，不过伊讲啊，要用真正诶猪米安尼甲泡，连泡3工，安尼伊诶千年之道就当全解咯。真是了。碧清啊，我为了恁感是头几夜讲无困啊，我来休困啊。碧清，在，吼，我安尼真忝，我嘛真爱困。恁敢是事情全咧交代你就好哈？哦，是。恁拢休困，敢讲我就免休困咯？看清吗？我嘛来困一下。哦，我来食。哦，这个死碧清竟然敢伫我的面床顶困，皮咧上啊！我开始咧唱啊，袂输敢真甲你搁发出来咧，而且。哦，你讲是啥？你来紧就好啊！对啦，我是好啊啦，是讲我感觉我要搁发作啊咯。什么？救命！要是这个我被救死啊！我家姐，家姐，主席，救命！救命！嗨，这摆可是安怎？光亮，是安怎？讲了，敢是出现伊哦，伊个变成僵尸啊！啊！原来这猪米水都有透淋到一般的白米，唔才会安尼。哦，迄是米店的头家小可恶心的，竟然摕白米掺在猪米内底甲骗，哦，小可可恶的哦。好啦，碧清啊，你赶紧的，搁去买一寡猪米转来哈。这届一定要恁书记做一届好起来，唔通安尼一工过一工啊，赶紧去，赶紧转来。好，是。安尼吼就会用的。我这届我就看你有啥物通天的本领，通去甲我宣传。是啊，伊若敢搁出来吼，我就摕个骨珠哦，甲吐掉咧。好啊啦，碧清啊，你甲主持谈遮好好甲光亮照顾哈。我来甲这张大人掠这千年习惯啊。哦，好这样。一摆你一定要为民除害啊！嘿啦，是啊，有这事情。
你放心去吼，有主持哦，这关佛珠哦定调了哦，我毕竟哦，再唔惊伊变强势咧。而且哦，敢是事情身躯哦，拢是用锁绑起来啊，伊走袂出来。没啦，这届啊是用真正朱笔落甲浸，我相信伊啊变成强势了。安尼哦，安尼更加好。大姐小姐，你赶紧去，赶紧回来吼。安尼主持这就交代互恁啦哈。探视时间，探视时间。别请啊。你来给我绑个车啦啊！探视时间，你听好。姑娘，你的指甲跟你的喙齿拢总恢复正常啊！阿弥陀佛。不，主持啊，这到底是什么代志？你唔是紧给我透开啊？袂用的，袂用的，大姐有交代啊，你着爱点只种3工。啥？我无啦，主持啊，我都已经完全好啊，我无代志安尼啊。无啦，探视时间，因为哦，你中着食毒吼，爱浸这注意水哦，浸3工才会完全解毒啦。啥？是在浸3工哦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3工一底啊就过去啊嘛，较忍慢的啦。我知我甲足忝的，爱困。无，探视时间，我嘛共款，我嘛先爱困啦吼。唔是啦，毕竟啊，毕竟，主持，哟呼，哎呦，小姐等啊，你竟然甲我锁透开啦！这绑3工，我无法度，给要透开。甲你讲过千百万摆，叫你莫啉烧酒，就要啉啦，啉到安尼嘴臭甲要死，我甲你讲你听无？你好，碧姐啊，碧姐，竟然甲我透开啊！碧姐，探视时间，袂用你啦。安尼大这事情吼，是惊你走出来，我特别用锁甲你绑起来，我哪来透去？主持啊，主持，今日甲我透去，你若无甲我透去哦，你都袂付我啦！我不准套啦。你两个拢无甲我透，我就要喊救命啊！主持啊，救命！主持啊，救命好咧，家仔无落来，无我这条命就来叫收去。要较热灵，一定较大力。这个声音，这两刚刚定听到哦。连这个气味哦，那嘛是熟悉呢。这个吼，你看咧。无事啊咧，多谢白姑娘。衣衫不整，相和体统。阿弥陀佛，这个。